下不来看一年爱情函数专题报道。之前预计估计也是来学生啊，因为对口好卖冇结果，才取得轻铁之后自杀的消息震惊社会。民众对后生人面对情感的态度当然理解，也取得当大伤。男子间情感的问题，像係数學地圖嘅3個函數強集，讓班就大一塊，因特別製作咧，就專題報討論。2年前，苗栗縣大學也是發生過一個上里面4名學生啊，畢業之後喺上班簽條路之前，正因為汽車聊天話本強嘅學校嘅社內同學是本對方去世。2年來，李媽媽當然都過得當艱苦。我今年母親節之前，佢先出表下手協燃料享受，係個希望你係後生人好好嘅學習來處理情感嘅問題。你為什麼要殺他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殺他。撕心肺裂那種感覺，這樣我真的整個好像你沒辦法把那個情緒很快把它抒發掉，沒有辦法。反正幾年前也都每夜自家作為生日禮物，李媽媽歡頭笑面，一種按到之外強下翕嘅相片，還有不講人寫嘅祝福，係記一點寶，沒係錢買唔到嘅東西。我寫的一段話就說52歲非常特別的生日，孩子們用心打造不一樣的慶祝方式，一輩子也忘不了。想念的時候拿出來思念一番，3個女兒像身上的一塊肉，無法割捨，捧在手上又怕掉落，這種心情只有做媽媽的才懂。也下李媽媽捐口用相片來向太爺每夜安定下嘅笑容。6年前太后曾畢業，曾簽到東後條路嘅太爺每夜，今年認證強教男同學愛打電話揾唔到，主動獻犧牲，老記簽名股超過10個多，老記就是這樣是李媽媽唔是講鬼都是都係恨。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男生的時候是在法庭上，我整個人真的是大崩潰。我看到男孩子，我一直哭，一直罵他，一直罵他。我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已經是歇斯底里的，在那個法庭上，整個人都整個情緒都全部都湧上來哦。我告訴他說，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樣的？今天我女兒已經走了1個月或是40天那個時候，然後你知道林媽媽因為這樣子，我必須帶這樣子的一個傷痛直到我往生，這是我一輩子的痛。這裡你看有山有水的地方真的是不多啦，對，整個心情會是很放鬆的，然後你會覺得說在這個地方，你就會想一些事情啦，會更頭腦更清楚，這樣就很喜歡來這裡走啊。每夜過身過後，李媽媽有好久誒，唔敢再個去到附近嘅太空，唔敢再個看到一條同每夜差唔多太夜後生嘅，現在每夜冇睇嚟，看到一條身影就係痛楚。這2年如果經過苗栗，我都哭，因為我會看到我那個時候他在學校，我常常來看他，然後我只要來苗栗，他都會帶我到處去哪裡吃好吃的好玩的，然後都會帶我去，然後那種回憶，你只要到苗栗的車站，你整個人都會哭。到環保自編藝術10公年，本單李媽媽嘅生活方都係講嘅人生活，唔過好點點嘅多多安嘅事情，開記動到鬆，為到愛轉換心情，佢當去到上方係嚟一步嘅。看到蘇米紅牙牙叉叉蘇派，其後點點又想到自家每嘅享受。覺得生命好可貴，當還沒有修剪是這樣子的一個樹木，可是當你要修剪完後，你覺得你好像給它一個重新的開始，重新的生命，讓它這棵樹會長得更好。他在情緒管理，他在人際關係，他在男女之間感情的處理上，他都是一個，應該是我們會覺得不是那麼健康的一個學生。所以雖然他不是無惡不赦的那種壞人，你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絕對不像壞人，可是他卻做出一樣的不好的結果。李媽媽唔想一生人就喺痛楚艱苦當中過日呢，就將佢條擺當為醫療廢樹子拿來重新利用，本能大家吃到冇用嘅東西，未做出新嘅東西，有新嘅生命。佢天為到自家，未為到享受來做改變。讓我寄了一張卡片，就上面提到說已經2年了，我的心中那個結，我已經放下了你。我這個卡片的用意是告訴他我已經原諒他了，希望他能夠好好的走出來。
頭擺是係一類快樂之工，唔過認真冇睇一類乜嘢。連媽媽有2年研究，想為老手有都不睇，乜解都唔得。唔過新冠條多煙同hen早早出得呢，佢發現為幾塊新冠輔導嘅，將會從雲快演出用嘅，看到一石晴天。感受到是他原諒了別人，然後積極樂觀的去，反而從關懷的這個角度去看待對方。那我就覺得我蠻敬佩他的，因為他都一直參與公益活動，然後讓自己活得很精彩。所以如果我遇到不順心的時候，我都會想到他，然後我覺得他給我的鼓勵很大。點轉條擺收用老次間嘅嚟過到很好，喺連媽媽對睇嘢乜嘢喜下眼。也亦很想為用乜嘢按其他嘅經驗，為學校來從事感情處理嘅相關問題。冇這個看到還有其他乜嘢同家庭這個發生衝突按嚴重嘅事情。學校這個課程強迫學生來上課，我想對這個兩性之間的交往，應該會把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會降到最低。下個新聞嚟用程做綜合報道。